台灣天王周杰倫同太太昆凌早前現身上海觀賞網球賽事，原本係私人行程嚟㗎，但係就因為當日嘅造型而引起網民熱議。昆凌嘅白色背心造型俾網民影到佢嘅上圍形狀異常，而周杰倫就被網民質疑戴假髮啦。一向甚有時尚觸覺嘅昆凌當日打扮休閒，身穿一件白色貼身背心，而眼利嘅網民就發現昆凌嘅上圍形狀非常唔自然，更加似乎出現嚴重移位嘅情況，視覺效果怪異。有大批網民睇完之後都感到不解，留言表示好似完全冇支撐，睡得好誇張，上空無肉着到咁，真係好怪異。另外，周杰倫嘅髮型同樣成為討論嘅焦點，有網民就話周杰倫嘅髮量似乎比起以前濃密，質疑佢戴咗假髮片啊。其實周杰倫嘅髮量多年嚟都一直備受外界關注，佢本人過去亦都曾經大方承認會使用假髮片做造型，認為呢個係藝人敬業嘅表現嚟嘅。周杰倫同昆凌喺2015年結婚，佢哋婚後生活幸福，仲生咗3個小朋友。